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莲宗室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拴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棚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住，
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。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菜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寺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拴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
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红啥的经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发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舍己造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语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领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曹兴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发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
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戟造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姓氏冯诗弟妮，子赵朝愿将明，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张五龙前贤，张五龙前贤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，祈求诸天仙佛菩萨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助其减轻病痛，助其减轻病痛，病魔折磨之苦，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得以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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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点燃师，感谢各位前贤。好，感谢师女前贤。感谢前贤慈悲。为我们导读。好，感恩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一起诵经，晚安。晚安，拜拜。谢谢优秀的师女，感恩各位前贤晚安。各位前贤，拜拜。大家晚安。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后领任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后领任晚安，后领任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再见喽。前贤们晚安喽。愿将诵经有一点点功德回向了弟弟赵天顺。网络电视台有一点点功德也，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有一点功德也，回向给弟弟赵天顺。祈求仙佛菩萨慈悲，祖师世尊师母老大人慈悲帮忙摄弟赵天顺往生弥勒外院，弥勒净土外院。感恩上天慈悲，感恩祖师世尊师母老大人慈悲。